其实重点就是咧讲这四句啦吼，但是后壁咧继续甲咱讲，一个分法吼，伊句的遮的个细分吼，伊咧安上遇天时，下习水土啊吼，一寡例子啊，哦，譬如啥？譬如天地是无不其在，无不可得，哦，还是介绍天地。哦，天地无不其在，无不可得啊！吼，其在代表着地啦，啊，可得是天啦吼。那其在就是身在吼，存在的对，啊，富的可得就是空啊吼，空着富裕啊吼，啊，所以其在代表着地，可得代表着天。天啊，咱讲天是卦，啊，地是层啊吼。天是咱有想一下哦，刚刚庄子说过哦，天是棺材盖哦，啊地是什么？棺材地。哦，天是像网搭。哦，咱真很注意啦吼，地像眠床啦吼，啊天像网搭安尼啦。哦，安尼就贴切啦吼，地敢像眠床啊，啊咱在遐困啊，无网搭甲咱盖的吼，暗时困袂去的。哦，尤其是即马网有够济哦，迄困也无网搭哦，我规暝吵到袂困去的吼，所以天哦，伊甲咱保护着。啊，若无即个地即个眠床吼，啊眠床若歹困哦，咱困袂去的。当时迄咱人吼来困听歹吼，迄眠床也爱紧，哦，无一个较好的眠床歹困，啊无是安那有迄眠床是叫眠床困啊万呢？有呢，咱咧看眠床是拢共款看啊，拢共款，啊听话几千块就有，啊话就爱几万块，啊是好困叫歹困吼。哦，所以讲地就敢若眠床，哦，互咱会当舒适咧困，啊天就敢若网搭甲咱保护掉。啊，这其实。讲到咱的吼，咱讲，天就哪？天就敢若天道，天道，咱讲天道，咱参像天嘛，咱应该有来比喻嘛吼，天道像天嘛，啊，坤道像地啊。啊，所以讲天道，咱讲一家之主，拢是天道嘛吼，天道是一家之主，所以一家之主的决定是啥？爱保护阮即个家。我爱互阮即个家运转，爱保护即个家，所以伊就甲牵成天，甲即个家砍掉，一个防护圈甲伊保护掉的，这就是天道的决定。啊，咱坤道的决定就爱像地上，爱实在。所以讲吼，人讲吼妈妈是爱为家己物件靠囡仔吼，你厝内底就甲你吞，互你摸。咱讲看这地吼，咱逐工咧甲伊搭，啊，咱来站吼，拢是点啊万年。哦，你爱扛起互人吞担，吼，啊，搁较辛苦付出，互人咧你赚就辛苦诶咧，吼，啊，你这困着实在是辛苦啦，吼，啊，做遮个，咱嘛是讲互家内事吼无啥呢，迄家内事会当互咱住头，住早起无啉甲暗时吼你无啉袂煞，啊，这肯定有时感觉讲奇怪，啊，厝就是安尼尔吼，啊，即个代志遮济吗？即个大家做袂了吗？有一个疑问啊。真正咱大家懵落去吼，真正规工懵袂煞，啊，大家拢爱懵遮个代志，真正是安怎咱就较有时候感觉讲，真正是爱遮无用啊。因为咱就爱较平淡吼，较平淡来做遮代志，感觉讲吼，啊有必要咱做遮代志，咱就爱落一个工，因为咱就爱吼嘛，是说，即摆拢是双薪家庭吼，爱。